热带、森林，一段被荷兰统治的历史，还有一座名叫热兰遮的城堡，再加上哈嘎宁生活的足迹，我看这根本就是台湾的吧？没，这一次哈嘎宁迁徙的旅途将来到这个和台湾风风绵绵都懂chung的南美洲国家苏利南。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。电影里海盗们的生活总是无拘无束，但对于100多年前的华人劳工来说，搭船来到加勒比海南边的苏利南打拼，绝是一趟充满风险的旅途。1865年，一艘载着近500位华人劳工的帆船，从香港一路开往苏利南，长达3个多月的航行，让传染病在虚弱的乘客间散播，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成功抵达。当时平均有1/10的人没有办法撑过这段辛苦的航行。虽然真实的航海没有想象中浪漫，不过海盗们人手一瓶的兰姆酒的确是船员们最爱的饮料，而它的原料正是苏利南盛产的蔗糖。从17世纪末开始，荷兰人就在加勒比海周边的殖民地设立甘蔗园，生产蔗糖来酿造兰姆酒，在全球贸易网大赚特赚。但随着各国的殖民地陆续废奴，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也就把哈嘎宁再次带到了新的国度。华人劳工价钱公道，使命必达，您种植事业的最佳。在1853到1874年间，为了改善缺工的问题和引进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制糖技术，荷兰政府开始以5年期契约劳工的方式，陆续在各地招募了3000多位华人来到苏利南的种植园工作。这些人之中，有大部分是来自香港周边的哈嘎宁，超亲戚好朋友，穷下高凡天乐色。哈嘎也就成了苏利南华人的代名词。这群人不止一己大标，也成立社团组织来互相帮助。而其中最酷炫的功能，就非这样子给莫属了。在5年的契约期满后，哈嘎休长可以透过组织的资金协助，撑出荷兰人的店铺，从小工人转职为商店老板，就不用继续在种植园辛苦工作了。到了今天，苏利南的首都更是可以看到数百家哈嘎宁经营的店铺，同样太成功。而除了华人，19世纪中期开始，有更多的印度和爪哇的劳工被招募到苏利南，和一直还没真正被解放的黑奴朋友们一起工作，努力维持甘蔗园的产量，用一滴滴的汗水撑起了殖民地的经济。虽然在1874年之后，由于招募的规范变严格，从大清国招募契约劳工变得困难许多，但仍有不少人持续以自由人的身份来到苏利南打拼，成立新的互助组织，设立华文学校，办报纸，在新大陆落地生根。受到殖民历史的催化，多元的民族在苏利南相遇，经过100年的融合，哈嘎跟本巴同天芒早已成为在地的一部分，和来自印度、非洲、爪哇的朋友们一起享受彼此的美食跟节日。哈嘎也在这个遥远的国度继续传承，创造更多的哈嘎故事。